市的为50年的桃林铁路路林口支线，因台铁桃园段国家化工厂年代爱停驶的，几多年下路讲我唔判得到。其实一条路线对桃园市到芦竹乡每年旅游固定的标志还免费哦，不过每天人价格都唔低。一条路线唔长，山有43处平交道，平均1公里超过2站，是得讲系全台湾平交道每途轻高的铁路，一路以来对地方发展影响有正反无穷用的上。停驶过后用来转型利用，地方方也会关心。向下来看桃林铁路的现况同未来。临安石头日头將南嘅下課全部開學生嘅，車門打開，一等人停定落車嘅，食到黏黏黏。一打扮嘅南上站，一今年南崁地區發展當家，南上站變做嘅桃林火車路、歸路嘅青態站。嗰時候先生退休嘅曾年之對火車開始在人下世界，最來到係南上站做志工。當初94年開始嘅時間吼，建設啊，係啊，都開始睇下接一個志工嘅工作。哦，嗰時間也慢慢發展啦。有一個桃林火車以後吼，也富強路加輕發展呀。籌委人下嘅幾多啦？民國94年的時候，也就是前縣長朱立倫這個時代啊，我們已經開始把這個客運列車已經推出來了。那麼列車的班次不多，它是在這個貨車的一個空檔來進行。那麼早上一班來回，下午一趟來回，大概每天就是這樣子。桃林火車路有人做林口支線，從民國56年時節開學。第2年正月咧正式營運，前面係到台鐵嘅林口發電廠，亦喺國內吸收數為到工業建設，而再延誤了鐵路支線。到客運嘅部分，對桃園站出發到青米站嘅蘆竹海福站，歸路係實7隻簡單嘅車頭，行過嘅桃園市龜山鄉啦蘆竹鄉，全長長19.2公里。桃園縣政府當年編嘅760萬元嘅預算，提供俾民眾免費來坐。我到今年代做停駛。为了配合桃园铁路的高架化，那整个我们的工程预计在今年的年底，101年的12月31号会切换到临时轨。那切换到临时轨以后呢，我们的桃林铁路呢就没办法再通车营运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要。預計我們今年年底會停駛。明年都有幾多民眾滿嗌哦，因為查嘅一個桃林火車40多耐久哦，講試營業唔都坐營業哦，又講冇事嘅時間去唔攀得咯，坐完久嘅哦，咁個幾可惜咯哦，你講民眾講可以智慧嘛吼，出錢買車票，希望一個桃林火車吼繼續開下去嘅，本來就方便。台鐵西埔幹線桃園段嘅國家化工廠建設咗5年，到時嘅貨運功能冇嘅，未來單槍未到再迎客，冇乜可能恢復行駛。我對愛用桃林火車路出入嘅民眾嚟講，停駛影響相當大。搶烏卡係同南崁嘅祈求欄，當年做一場火車通衢呢。幾乎是從開始行駛到現在，我一直是坐這班車哈。我對坐這邊的感覺得坐這個火車感覺非常舒適啊，而且又不會塞車。現在聽說要停駛，我感覺很可惜啊。我是希望，如果停駛的話，應該可以有個比較理想的交通可以代替，比如是捷運啊。火車在停駛嘅，坐車民眾都唔攀得。不過對都市發展嘅角度來看，地方沙希望火車停駛更加拆脫。蘆竹鄉嘅進化期喺同南崁用中正路來分作為上南崁同下南崁。其中上南崁分桃林火車路分作為2片，歸路民眾下遠的火車經過嘅吵鬧聲係真空。
这个桃园铁路的一个分割之后哈，我们造成一些发展啊受到一些局限，因为每一条道路啊都要经过我们桃园铁路，都要设个平交道啊。其实啊，这一个平交道对民众进出影响非常的大，因为这个载煤的火车啊，可以说平时进出啊数量非常频繁。那一进出的时候啊，这个平交道的一个栅栏升起之后啊，可以说影响很多的这个车流。桃园铁路从民国50几年一直营运到现在，沿线的土地的使用已经变化非常大了。当年在这个桃园铁路沿线啊，都是稻田，都是一些零星的工厂。目前啊，沿线都已经开发成这个高密度的一个土地使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一个货运的一个运输，它的震动噪音啊，已经渐渐变成了这些高密度使用的一个毗邻的一个设施。一搭要桃园火车路的亲密站咯，用是同简单。不过当做以前台铁其实是规划5或6人口2只火车站，不过是在最行人口是在抢手的，故说是一段时间就冇再过事的，故所当长一段时间，其实一条火车路係最货运呢。对民国57年营运到一下，桃园火车路最主要功能，其实係將國外進口嘅沙灘對台中港用火車貨運送到林口發電廠。運煤的過程就是從瀝水煤廠裝卡車，然後把煤運到龍井。那龍井這邊再裝火車，用火車把煤運到林口來供林口機組發電燃用這樣的。一下當然係用5輛載沙灘的火車來來去去經過桃園火車路。到講緊清河時節，一條火車路唔單止係載沙灘，還是有8條專用的支線。林口線一條線因為係貨運線來講啦，佢沿途呢度工業嘅廠家啊，當然伊比較佢包括佢牽出去有桃園煉油廠，個台泥公司嘅，個係台鹽倉庫線，個係大洋化工啦，塑膠業嘅工業。佢本身嚟講，呢度安尼工業咧，對我哋考看火車人嚟講，當鐵皮裝嘅火車都有地都走下啦。咩因為喺貨運支線有固定嘅開銷同收入，到台鐵各隻路線當中，桃園火車路係極少數賺錢嘅路線。一條火車路蓋用時係喺台鐵出錢開嘅。當初這個桃園鐵路在興建的時候，它是台電出資包括購地啦還有那個建鐵路建好以後，台鐵就是用運輸費來抵扣。那目前整個那個費用已經是抵扣完畢那所有資產都歸台鐵。林口線係一條當賺錢嘅路線。每日有9隻工作班，22隻車次，可以講係運轉滿檔，當無限當賺錢嘅路線。桃園到林口係規路嘅下架，規路係超過10%嘅坡度，10%。桃園火車路嘅停駛受到影響生態嘅，其實係林口電廠。過去年頭，台鐵簽署嘅先用公路來載，台鐵也幾件同佢起專用嘅下山碼頭，未來直接對台北港出入。停駛以後那林口電廠用煤原則上就是說從台北港從台北港由嘉北公司幫我們卸煤，然後用公路卡車運輸到電廠，然後供機組使用。假使係冇用火車來運輸嘅話，一日差唔多有8000噸嘅碳呢，就所謂嘅石碳，要坐2輛重車到林口發電廠。我想用算嘅時間，可能要差唔多266台嘅拖車、貨車來載運到林口。所有嘅貨物咧一改成公路來講其實真係某個程度上來講有係有些嘅
当然，人家成本上考量问题哈，我改成给台北港来讲啦。但是其实真而家一打爽啦，实在讲就安尼。虽然係貨運路線，不過從後期火車人來看，桃園火車路有種特別的美感，老台鐵主要路線軌路的景觀都無窮樣。所以講林口線本人嘅感覺，所以講佢除咗貨運工業嘅安尼鐵路以外，吼，其實佢可以改變一個地方，佢係有時去嚟吼，我都談過天南個，因為佢旁邊都桃園中正機場吼，其實飛行機係轟隆轟隆轟隆，喺度朋友吼有人當好看飛行機嘅吼，等於都人講動態向一邊看火車一邊看飛行機，也係其實最歡喜嘅地方。對桃園火車路停駛過後規劃，地方政府認為愛到嘅地方發展很久嘅，係講做得轉型變做快速運輸嘅路苗，咩時候係將功折罪。以前造成我们伤害已经那么久了，如果未来能带给我们芦竹乡更大的一个进出的方便，对我们芦竹乡可以说是帮助非常的大。可能短期之内要把这个地方当成捷运来盖成捷运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度啦。那我们希望说，它如果真的在今年年底停驶之后，那是不是有比较快速的对我们乡亲比较有帮助的一个交通建设？那我想只有是刚初期改为平面道路来使用啦。事實上，桃園縣政府早從民國93年就是針對桃園火車路軌路的居民做過大規模的意見調查，對未來轉型利用，縣政府沒有初步的規劃。第一個，當自行車車道；第二個，當輕軌捷運；第三個，當這個公車專用道。那麼另外就是還有部分民眾希望就是當作一般的綠帶景觀帶來使用這樣子。現階段，假如說桃園鐵路要轉型的話，最有可能的一個方式就是把桃園鐵路改做成電動公車的專用道，因為桃園鐵路的路幅平均只有10公尺寬。路沒動法，不過照去年的公告顯示，搶喺桃園火車路土地的總額大概只有16.43億元。桃園縣政府一直希望留台鐵大峽用50錢8用的方式來回饋地方，不過雙方一直講唔妥。台鐵局能夠站在說桃園鐵路桃園地方鄉親的感情過去在這邊這塊土地上營運了將近50年的一個情況，那麼到最後終了沒有再利用的一個情況下，能夠優惠的來回饋地方鄉親不要跟這個桃園縣政府來計較這個有償撥用要多少土地的價值這樣的經費。依照國有財產有償無償發還原則來講的話，事業機構的財產的使用都要有償使用。除了這一點以外，這是實務面的問題、法律面的問題。第二點的話，台鐵本身來講所管理的一個路軌的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專用路軌，所以在投資上，我們的土地的管理維護都是要花很多成本在裡面的。近年代停駛期限越來越長呢，縣政府計劃投入1-2年來先公告停駛，後續嘅轉型問題就卡到桃園火車路嘅土地和路權係台鐵咧，桃園縣政府想要有任何嘅利用，聽初經過台鐵同意。桃園縣政府已經多次的跟台鐵局這邊來聯繫希望趕快推出來這個停駛之後的一個利用的方案。那麼台鐵局這邊目前始終還沒有看到他們將來要做任何一個規劃或者任何一個計劃。那麼桃園縣政府這邊就比較急了因為目前已經距離這個年底12月已經慢慢的接近了。據我們所了解，他們分析結果就是說，短期內，它的還沒有辦法達到捷運的一個運量的門檻，所以說呢，他們現在跟我們協商的結果就是說，希望他們短期呢，先把它做一個公車捷運系統，就是所謂 BRT 來開闢利用。那這個部分呢，原則上我們會配合他們來做未來的一個規劃。約束講再見火車施作誒。韓國嘅工業發展嘅50年代，桃園火車路做結束50年按無限嘅運輸任務，過多年就看唔到誒。地方希望未來係行較利便嘅交通路苗。